中國大陸嘅航天除咗威脅全世界，亦都係咧維穩工具同機器嚟㗎。好啦，嗱，而家咧中國內地真係叫飯都冇得食，好多人咧飯都冇得開，你仲花費咧大量經費喺度搞航天，咁多人餓死啦。根本咧航天咧就係超級大白象工程嚟㗎，並唔適合咧獨裁國家。其他地方咁啊，例如美國啦，美國雖然都可以經濟差，都可以咧好多人失業，但係絕對唔會好似中國大陸咁，真係再搞落去個個要出嚟做賊㗎啦。最近咧咁多係賊人四周圍犯案，就係因為揾唔到飯食㗎。正常嘅國家嗰個叫做公共理財就係要喺個經濟下行嗰陣時係去作出咧補救跟住咧就係派發咧一啲福利，令到嗰啲人咧最低限度有飯食。係中國大陸視人命如草芥㗎，佢經濟唔好，仲倒翻轉咧係要維穩，仲倒翻轉咧四周圍搶錢。呢啲咁嘅國家點會唔係災難呢？